求你幫助我哋分辨身邊嘅聲音，唔好被賊引誘離開你嘅保護。又求聖靈光照我哋，讓我哋去知道內心深處被乜嘢捆綁，被乜嘢吸引，以致我哋可以聽清楚你嘅聲音，行入主你所預備嘅路。我哋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錄一聲，感謝主，因為佢再次提醒我哋羊圈已經準備好。我相信我哋嘅眼睛應該叻過隻羊。我咧都有近視，又有散光，又喺環子開始有唔化，咁但係咧有眼鏡幫我哋睇清楚。今天羊圈準備好，我哋係咪都願意走入呢個羊圈咧？呢個羊圈咧，聖經話俾我哋知，唔係困住我哋，羊係可以自由進出。但我哋要揀啱嗰度走入去，得享上帝俾我哋有豐盛嘅生命。上帝俾我哋咧，上帝應許我哋可以毫無缺乏，因為佢會供應俾我哋。所以今天我哋都去用金錢、用詩歌去回應我哋嘅上主，唔好擔心貢獻咗會唔會唔夠用。上帝話夠，佢嘅恩典有我哋用。於是弟兄姊妹先作為佢哋預備嘅獻金，我哋預備好之後咧，我哋一同去敬拜我哋嘅主。請大家起立，想象自己而喺羊圈裏面，好羊人，我哋嘅主，整個門口嗰度坐咗喺度，看守住，願我哋每個都係安全，每一個都有平安喺我哋嘅心裏邊，以致我哋毫無擔憂，以致我哋可以喺佢裏邊安息。水當中，主叫我，迷人你也應許尋找，縱使失喪軟弱，我主必不撇下，人在曠野迷路了，忘掉你是無人。破碎當中，主叫我，迷人你也應許尋找，縱使失喪軟弱，我主必不撇下，人在曠野還未撒野，神伸手牽我走。你是我好牧人，我願意一生稱頌你，如孩子般緊靠着你，重享創造裏的甜美，如羊跟牧人，求讓我聽見你聲音，尋覓千種的答案，難及於手裏深藏你護佑。咁主再一次去呼喚我哋，每一個去呼喚我哋嘅名字。迷途破碎當中，主叫喚我，迷人你也應許尋找，縱使失喪軟弱，我主必不撇下，人在曠野迷路了，忘掉你是無人，迷途破碎當中，主叫喚我。你聽到嗎？迷人你也應許尋找，縱使失喪軟弱，我主必不
歇下。人在曠野，還未撒野，神親手牽我走，你是我好牧人，我願意一生稱頌你，如孩子般緊靠着你，重享創造裏的甜美，如人跟牧人，後讓我聽見你聲音，尋覓千種的答案，能及於主手裏深藏美護人。我是你羊，你必不使我缺乏，憂傷變得安慰，今我靈魂蘇醒。我是你羊，死蔭幽谷也跟着你的杖，你確顯明我前路方向。我是你好牧人，我願意一生稱頌你，如孩子般緊靠着你，重享創造裏的甜美，如人跟牧人，後讓我聽見你聲音，尋覓千種的答案，能及於主手裏深藏美護人。讓我哋同心祈禱，創造掌管一切萬有嘅天父上帝，復活嘅主耶穌基督，我哋感謝讚美你。你係通往自由、豐盛、生活、生命唯一嘅門，為我哋捨命嘅好牧人。你認識我哋每一個，你親自嘅將我哋從迷失中尋回，叫我哋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感謝你供應我哋每天所需，你親自嘅同行陪伴，願意我哋緊緊跟隨你嘅腳蹤，認得你嘅聲音，時刻渴慕你嘅話語，教導我哋努力學習實踐彼此相愛，互相扶持，彼此牧養，看得見並願意關心身邊有需要嘅人，將你嘅愛與其他人分享，活出豐盛嘅生命，成為見證榮耀你嘅群體。求主憐憫醫治所有患病同埋留院嘅肢體，亦都特別紀念雲福苑嘅居民，喺佢哋要再一次經歷火災帶嚟難以言喻嘅傷痛嘅時候，喺懷緬離世嘅家人鄰居，以及要向一個充滿回憶嘅地方去道別嗰種嘅不捨，主啊，你都一一知道。求主親自陪伴安慰，賜下盼望，亦都叫政府各部門能夠繼續支援佢哋身心靈嘅需要，並且正視疏忽，承認錯誤，避免同樣情況嘅發生。亦都為住世界嘅和平、美伊談判交喺你嘅手中，求主介入，讓到各國領袖能夠保持冷靜克制，喺和平中尋找解決方案。感謝主垂聽我哋嘅禱告，悅納我哋嘅奉獻，使用喺你喜悅嘅事工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大家請坐。今日咧，我哋好歡迎咧有希恩堂服務方嘅葉美娟事工主任嚟到我哋當中，為我哋分享服務方嘅事工。咁我哋先有段